今次6月4號，星期三記谷草野賽。今期推介兩位練馬師記馬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係伍鵬志同埋廖康銘。較為睇好佢哋呢兩隻馬，希望可以好似上個賽日咁，命中兩場連贏。如果過到關都應該有唔錯嘅回報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兩場先。第一場，第5班2200米草地，先同大家睇零簽。報紙對應第一場記零簽係第64簽，賓殿須知上古人。零簽講嘅意思係，賓殿的騎士們必須知道上古人的傳統，入門時不能誇耀自己的馬匹，在拜師學習時，要甘願在老師後面，表示謙虛。上古人的傳統可以理解為寶藏，而拜師學習記亦為寶貝們、年幼記學生們，所以潘頓、伍鵬志記、9號同寶寶會先作考慮之列。其次配腳方面，亦都有幾隻推介俾大家，可以用見字解字，同埋理解簽文意思作出解讀。分別係2號上市魅力、6號香港精神，同埋10號黃金風速。先總結一下今場第一場，先推介大家潘頓、伍鵬志記、9號同寶寶做膽，配腳有2號上市魅力、6號香港精神，同埋10號黃金風速。下一場，第二場，第4班1800米草地，先同大家睇零簽。報紙對應第二場記零簽係第87簽，會談華座請英雄。零簽意思，在會談中各請英雄，究竟哪一位的觀點最正確呢？難以定論，即難以定論哪一方勝出。理解簽意後，便可選霍宏星、廖康銘、6號妙算其勝。其次配腳方面，亦有兩隻馬推介大家，分別為艾少禮、蘇偉賢、9號風起雲湧，另一隻就係田泰安、葉楚航、11號三江飛輪。最後總結一下今場第二場，先推介大家霍宏星、廖康銘、6號妙算其勝做膽，配腳為9號風起雲湧同埋11號三江飛輪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